中国咧合来舰军演的期间，有风声讲，咱的海军海防大队位置互中国掌握。国防部长郭立雄讲，战术的位置无可能是一打尔。因那美国顶一代也做来舰的演习，日本媒体就分析，这是为着应对台湾出代志的状况来演练。中国顶一代进行2024联合来舰 B 的军演，讲要为台封锁控制。针对外界有风声讲，防控台海甲防控台湾是无共款的。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，封锁控制是无正确的名词。封锁是 blockade， 在国际法上是有定义的。它的定义就是说，它要平等适用于所有的国家。所谓你划定一个禁航区，它一定会影响这里的区域和平稳定。对美国期刊的报道，中国发动联合来舰军演的期间，国军有向方飞弹的海防大队，隐蔽的所在已经互公开，便若开战可能就会随风消灭。郭立雄强调讲，战术的位置袂干那一个所在。我们主要现在就着重在于这个在战力保存的阶段，要着重于信息管理。那我们要部署的战术位置也不是只有一个啊。因为中国最近联合来舰的军演，加速台海的局势加悬。美国、日本来舰演习嘛伫23举行。根据日本媒体指出，这是烦恼台湾有代志实施的大规模军演。郭立雄嘛讲，咱国并无受到邀请去观察，不过会以其他的方式来了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